1905年8月11號，路易羅澤克神父出生於肯蒂。1942年1月5日逝世於奧斯威辛。佢出生喺肯蒂一個家庭，父母喺心中為佢灌輸咗信仰同埋勤奮。佢年輕嘅時候加入慈幼會，發咗願，領受咗神品，多年嚟全心投入陪伴青年嘅工作裏邊。佢曾擔任青年中心嘅主任、宗教修辭老師同埋圖書館管理員。佢嘅生活就係由彌撒、教理講授、陪伴青年呢啲樸實嘅日常服務之中組成，而呢份樸實就係隱藏住佢嘅力量。我哋透過一啲畫面嚟懷緬佢：小堂裏邊嘅清晨彌撒、青年中心同男孩嘅交談、圖書館裏邊嘅書籍，同埋維繫住整個修會團體運作嘅默默奉獻。呢啲舉動毫不張揚，對好多人嚟講意義深遠。佢係奉獻嘅典範，冇豪言壯語，唯有恆常嘅陪伴。讓我哋想象一下佢正舉行聖祭禮儀嘅畫面，專注、平靜，一位帶住看清咗自己嘅道路嘅司祭所擁有嘅樸實。就喺1941年5月22號嗰日，一場彌撒結束之後，正值耶穌升天節當日，佢遭受逮捕，命運嘅諷刺更突顯咗嗰一刻嘅沉重。佢先係關進咗蒙特盧皮克監獄，隨後同其他慈幼會會士一同押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。嗰度嘅環境慘無人道，毒打、饑餓、超負荷嘅勞役同埋極之貧乏嘅醫療。羅澤克神父當時患有嚴重嘅膿傷，喺集中營好少得到包紮，衞生條件近期惡劣。佢喺極端惡劣嘅環境下接受咗幾次嘅手術。1942年1月5號嘅最後尾手術，對佢嚟講不幸成為咗致命一擊。目擊者強調，儘管面對虛弱，佢依然保持平靜。斯泰姆納先生回憶，神父係帶住微笑同埋感恩去面對嗰場痛苦嘅手術。呢個係一個以泰然嘅姿態接受苦難嘅人，即使肉體衰殘，佢都從未失去祈禱嘅精神。當時佢嘅傷口只係用廢紙同埋雙氧水處理。隔日清晨，啲人已經發現佢已經離世，之後佢嘅遺體送去火葬場。呢次逮捕係當時對神職人員廣泛迫害嘅一部分。秘密警察組織誣陷佢加入軍事組織，呢個完全係欲加之罪嘅藉口。事實上，佢從未參與政治活動，佢只係一位盡忠職守嘅隨軍神父。目擊者強調，佢係因為當時嘅人對信仰嘅仇恨而被殺害嘅。喺咁嘅背景之下，佢嘅態度成為一課：忠於服侍並唔一定意味住驚天動地嘅偉業。有陣時候，佢只係堅守喺祭台旁邊，守護喺病人身邊，喺世界威脅摧毀一切時候，依然克盡己職。呢個係活出信仰，唔係理論，而係即使苦難來臨，都絕對唔會放棄嘅慈悲實踐。試諗下，喺日常生活之中，我哋有幾多機會可以陪伴喺受苦嘅人嘅身邊？羅澤克神父向我哋表明，陪伴本身可以係一種祈禱。佢嘅生命教咗我哋，司鐸嘅侍奉亦都包含照顧病人，內心忍受艱辛，以及喺被剝削尊嚴嘅環境之中維持尊嚴。喺苦難之中忠於服侍，係今日我哋所有人面對嘅挑戰，而唔單止係神父。呢個可以係對病人嘅陪伴、義工服務，或者係為需要傾訴嘅人奉獻時間。呢啲微小嘅舉動，都係活出信仰並係建立團體嘅。